新国高中校园远处新建的图书馆大楼。他们代表性的舞蹈。今天晚上呢，有更丰富的节目，请大家到时候来观赏。谢谢唐老师啊，唐老师昨天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在宜兰的社区大学，昨天晚上这个忙到很晚那今天这个又一大早就起床这个坐火车从宜兰来到这里坐了6个小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拜
先代为Thank you very much。来宾，接下来让所有的贵宾，谢谢你们啦！现在夕阳西下，清风袭来，有点让我们降了温度之后，大家放开心情。现在 Now it's the show time， 现在我们要欣赏节目的表演。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大家一起过来，来自我们的花表演喽！乐团，请欢迎南墨西哥团。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group from Mexico. 现场他们的友好叫做奥
C 打一点，表示说泰伦的日历的第1天，也就是说这个团呢，他们希望他们是第1名的，让我们掌声来鼓励他们 ，Thank you。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团体，和我们是同种同源，那么到他国家不用担心，对吧？会在那边讲国语码头，而且呢，会唱新加坡Dance Ensemble， 来自新加坡继模仿舞团，掌声欢迎他们。
这些来自新加坡的巨无榜舞团。各位来宾，他们跟我们一样讲谢谢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谢谢，1、2、3，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来自印尼的舞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Pesona Indonesia Dance Troupe。那么他们这个舞团呢，也可以讲英文，也可以讲华文，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小姐上来啊，来麦克风交给你。大家好，我是陈君娜，来自印尼舞团。现在呢，我要介绍给你印尼的舞团，这个舞团是Metro是新港新创的舞团，从2017的总威发展中选出来的。我们的主持人做起来前，其实是邀请你工作尝试给这个乐团的歌曲潜力海肉，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our dancers from Indonesia.
2、3，开放。他们2位小朋友是负责飞过来举牌子的，还是会跳舞？好，来，你跟他们讲说表演一个舞蹈动作，然后我们来帮他举牌子。我们帮他举牌子、举旗子。2个小朋友刚刚举了半个的旗子哈，你们从小这样子学臂力的话，以后可以把男生举起来。OK， 来，掌声加油！后面大人急得很。来，掌声鼓励鼓励。有请，有请。OK， 你们还是练习举牌子。来，掌声谢谢他们。小朋友还是很纯真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个国家，其实他们是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想到他们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我们大家要庆幸自己。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生下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战火，在战火区来的以色列 ，Let's welcome Sayona Dance Company from Israel。
熊你好，大家一起讲什么？1、2、3，我看you，Thank you。各位来看这个叫放开心怀，小朋友在，让他知道快乐要发出来，就在这看很精彩，然后呢手都搓着，对身体有害健康。现在我们来一个波浪运动，从这边开始好不好？年轻人来，记得飞起来，一路过去，然后这，更小，是呀，弟弟们都再来，现在有点气势了，我们一起挥手，同时然后1、2、3，新人，接下来这个国家来自泰国，泰国的问候语，大家猜英文啊，来听解来自泰国，泰国，你好，我在下面，沙瓦蒂卡，来，出麦哈，欢迎泰国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Arden Culture Center Rajapal Institute, Kimberley from Thailand. 来，他们特别要为他的表演做个注解。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喊他们的大家好啊，沙瓦蒂卡来，哇，你别聊，1、2、3，大家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hapali is the first type and all forms of Thai dance drama. And this dance is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 danc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occasions. 大家好，我们这次为你带来的是朗沙恰克力舞。恰克力是泰国南部非常受欢迎的舞蹈。根据泰国的传统，恰克力是泰国正统的舞蹈。这个舞蹈是由朗沙发展而来的，那是为了符合现今的潮流所以做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
掌声，谢谢。各位乡亲，咱有这个机会来庆祝咱得让来人集恭喜来家这个门票起来玩，就可以欣赏到世界各国的一个特殊文化舞蹈的表演。这个是我们立足在台南，立足在台湾，我们可以放眼看世界，这是我们政府的苦心。我们非常感谢台南县长的夫人为我们办这么好的活动。谢谢我们的水利会长这样支持我们文建会为我们的指导，还有所有各级长官，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欣赏世界各国的舞蹈，同时咱过来团嘛是精锐尽出，咱的标准嘛是今后。我们现在要给我们国内团体的表演，也要同样鼓励。为各位介绍我们祥云民族舞蹈团，欢迎来。表演的是八家将。
莹同学回到台上。祥莹呢，是我们台南县非常特别重视一个舞蹈团我们在welcome party的时候，他们特别为我们担当演出。那么这个石牌呢是刘妈，她每次对我们的活动都特别支持，然后亲自的来照顾这些小朋友刘妈在这边掌声谢谢她。然后呢，我当然很好奇，为什么大家这样上来是9位？他说呢，正在考据这个典故，但是上场表演一定要单数，对不对？要一单这个形句那么那一位呢，最右边那一位，他提的是刑具，要去这个抓坏人的然后接下来有2根棒子，这2个棒子是就是讲我们这县衙这衙役这个这个打坏人的40大板。接下来还有4位叫做四季神是春夏秋冬他们是专门要抓坏人，对不对？来，春夏秋冬出列，这代表春夏秋冬，我们掌声鼓励。还有呢，大家都认识的这黑无常，白无常哪里去了？白无常去了吗？好，黑无常上来，大家黑白无常都知道他们是去抓坏人的。好，我们谢谢同学，谢谢响应舞团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这个文化传播，大家也认识就让我们晓得我们台上表演代表特别文化。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艺姿舞蹈团。艺姿舞蹈团首先上来呢是狮子。
舞蹈团表现的18般武艺，我们掌声谢谢。谢谢一支舞蹈团，这来宾旅居在我们台南县内的来自全省各地的原住民，他们不想忘掉他们先民的文化，所以在台南县他们利用时间，他们聚集在一起，继续来为他们的文化来做延期。让我们来欢迎回蓝舞集。
手啊，我知道各位如果这样马上牵手一定会牵错，为什么？你觉得他是打叉的，所以站上还要牵都这样牵，这样会不会牵不到？对不对？要怎么牵？要这样牵，对不对？好，来牵给我们看。好，以后去参加大家一起跳啊，要记得哦，这个姿势不是交叉牵，是打开牵。还有一个规定，右手在下面，左手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向右转跳，对不对？啊，如果你们向左转看看，还有马上改过来了，我就是你手会拗着，但是这边的机会较多了但是我们有这边的机会了。虽然搁学着这叫做三地舞，手会看就是安尼看手了无？回来有时。咱的舞嘛是真精彩，接下来各位压轴最后的节目是飞扬民主团，让我们掌声欢迎。
民族舞蹈团，非常精彩的表演，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谢谢飞扬民族舞蹈团，这里大家在大头那边表演节目咱各国的团队非常的好，咱的团队也真强。今日的公务员礼发表示咱的代表大夫人以及所有的贵宾，应该都感到欢喜，好啦。